今日7月28號焦點新聞有加拿大網上續領護照將會取消每日申請限額。我哋又會睇睇移民部長迪亞布最新點樣回應清理香港通道計劃積壓個案嘅問題。士嘉堡3年前華裔男子車內遭槍殺，警方呼籲市民提供資料。記得訂閱我哋，撳埋個鐘仔就唔會錯過我哋出片啦。聯邦政府宣布，即日起取消網上續領護照每日2000個申請名額嘅限制。符合資格嘅加拿大國民無需再等待名額釋出，可以隨時喺網上提交申請。移民部長迪亞布星期二喺溫哥華公布措施，申請人必須年滿16歲並身處加拿大，原有護照需要喺過去15年內簽發，並將會喺6個月內到期或者已經過期。申請人需要喺網上繳費，上傳由專業攝影師拍攝嘅數碼護照照片以及證明文件副本，無需郵寄正本。迪亞布表示，政府未來可能將服務擴展至16歲以下兒童及身處海外嘅加拿大國民。聯邦政府預計今年將收到460萬宗護照申請，高於舊年嘅380萬宗。當中大約200萬宗符合網上辦理資格。迪亞布強調，系統已經過測試，足以應付申請量增加。網上續領唔會收取額外費用，標準處理時間維持20個工作天。資料齊全並符合資格嘅申請，亦適用30個工作天內完成，否則免費保證。俗稱救生艇計劃嘅香港通道移民計劃，即將喺8月底截止申請。喺出席網上續領護照記者會嘅時候，移民部長迪亞布被記者問及聯邦政府有冇可行時間表清理香港通道嘅積壓個案。迪亞布冇正面回答，只表示聯邦政府明白呢一項計劃對香港社群嘅重要性，並會同省級官員同埋持份者會面，研究仲可以提供邊啲協助。And we have limited immigration space levels, but we continue to process applications. We've already approved over 13,000 in the Hong Kong pathways, and we have also approved other applications through other pathways. Today I'm actually meeting with the minister provincially. And I'm also meeting with some stakeholders with my colleague to really see their concerns, see what else we can do to help with that. So we're conscious of that. We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that is to the community,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on it. 國會紀錄顯示，香港通道合共收到超過46,000份申請。根據加拿大2026至2028年移民水平計劃，香港、烏克蘭同埋蘇丹等特別措施共同列入其他類別。今年嘅接收目標係5800人，未來2年每年降至4000人，並未為香港申請人預留獨立名額。新民主黨國會議員關慧貞接受訪問時認為，積壓唔止涉及審批速度，亦受到年度接收目標限制。佢指自由黨政府正背棄香港人嘅信任，令唔少港人嘅人生長年處於懸而未決嘅狀態。自由黨國會議員張偉倫亦都建議移民部向符合資格嘅申請人開立原則性批准信，令申請人先取得通過永久居民嘅第一階段資格審查，讓申請家庭可確信自己能夠留喺加拿大，安心規劃未來。佢認為呢一項做法對移民部亦都有好處，因為有更多時間可以處理最後階段嘅永居申請，而且對加拿大嘅移民水平計劃亦都冇重大影響。保守黨副影子移民部長 Brad Redcup 同國會議員歐澤光早前出席列治文舉行嘅座談會時表示，保守黨正不斷向移民部施壓，希望讓香港人永居問題有明確處理方法。求職網站 Indeed Canada 嘅最新報告指出，受惠於人口增長放緩，本國適齡就業率升至2024年中以嚟嘅最高水平，反映勞動市場喺經歷今年初嘅緩慢開局之後，
已經喺第二季順利回穩。印啲經濟師 Brandon Bernard 表示，第二季嘅穩健狀況顯示，勞動市場喺整體經濟疲弱嘅情況下，依然展現出一定韌性。但係佢指出，隨住新到埗人士數量減少，加上有更多工人退休並退出勞動市場，預料緩慢嘅職位增長趨勢將會喺今年餘下時間持續。另一方面，好多求職者目前仍然要面對持續一段長時間嘅失業困擾。此外，報告提到喺大部分行業中，目前嘅職位空缺數量同一年前相比大致保持平穩。不過，醫療保健以及教育領域嘅職位招聘需求則出現顯著回落。報告認為呢個現象可能意味住呢兩個界別嘅勞工短缺問題已經開始得到舒緩。聯邦政府收到87000份公眾諮詢回應，當中87%反對之後，宣布唔支持 Billy Bishop Toronto City Airport 嘅擴建方案。安省政府提出嘅計劃估計涉及50億元，包括延長跑道超過600米，以及引入噴射客機，機場每年乘客量可能增至1000萬人。聯邦運輸部表示，諮詢反映市民憂慮項目影響經濟、環境及生活質素。多倫多星報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安省省長杜格福特私下向總理卡尼表達失望，決定喺8月31號 Beaches East York 選區補選公佈前作出。有自由黨消息人士承認，政府希望避免機場問題影響補選，但係聯邦高級官員否認選舉係決策因素，強調主要考慮公眾嘅強烈反對。多倫多商界批評政府錯失經濟發展機會。安省交通部長薩卡利亞表示，升級機場每年可為加拿大經濟帶嚟最多85億元收益。不過，省政府至今未有公布詳細計劃，相關經濟效益亦都受到質疑。多倫多市長周志偉提出緊急動議，要求省政府廢除110號法案，撤銷接管多倫多島同 Little Norway Park 等市府土地嘅權力，並恢復市政府喺機場三方營運協議中嘅地位。市議會將會喺星期三辯論動議。一名加拿大籍華裔女實習生涉嫌喺比利時嘅北約軍事總部從事間諜活動，佢喺閉門聆訊之後被拒絕保釋，將繼續還押候審。女疑犯被控代表一個未公開嘅第三國工作，以及參與犯罪組織。該名疑犯早前喺比利時 Mons 嘅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擔任實習生，因行為異常引起北約安全部門注意而被拘捕。司令部發言人強調，北約嘅行動準備、指揮安排同現有任務未受影響。北約實習生一般由所屬國家進行安全審查，加拿大方面由本國安全情報局同皇家騎警負責。公共安全部長阿南達桑加里表示，政府會檢視現行審查程序，並了解疑犯過往喺加拿大嘅工作及可能造成嘅影響。全球事務部正同比利時當局聯絡，準備提供領事協助。Bell 宣布推出人工智能偽冒來電偵測功能，可以識別同標記被人篡改來電顯示嘅電話，協助客戶防範詐騙。騙徒經常利用偽冒來電顯示，假扮政府機構、本地商戶或個人聯絡人。Bell 無線產品及物流副總裁 Steve Curran 表示，隨住電話詐騙手法越趨複雜，新功能可以為加拿大國民提供多一層保障。新功能以 Bell 舊年推出嘅可疑來電偵測系統為基礎，利用人工智能即時分析來電，提醒客戶可能涉及垃圾電話或者詐騙。Bell 表示，原有系統推出至今已經分析超過44億通電話，封鎖或標記超過5.4億通可疑或詐騙來電。新功能會自動向 Bell、Virgin Plus、Lucky Mobile、PC Mobile、No Name 同 Maxi 旗下使用 iOS 或 Android 手機嘅流動通訊客戶推出。約克區2名居民涉嫌營運誤導國民嘅護照服務網站被警方起訴。加拿大競爭局表示，涉案公司喺2016年至2020年間，以 Passport Online 同埋 Passport Express 名義營運網站，聲稱同加拿大政府有關。
並可以喺網上快速申請或者更新護照，令人誤以為正直接使用聯邦政府嘅特快服務。約克區警察喺7月22號起訴公司東主 John Jesse Breslin 及經理 Phoebe Ho-Ting Wong，兩人被控宣傳服務時作出虛假或誤導陳述，超過5000蚊詐騙，以及藏有犯罪得益。回流香港報加拿大號碼 iTalkBB Prime App 可以擁有加拿大同香港號碼，全球任接聽撥打加拿大電話，收發 SMS 驗證碼，轉台月費只係4個半起，額外激送旅遊數據卡，即刻揾 iTalkBB 申請啦！多倫多警方星期二公布3年前一宗華裔男子謀殺案嘅重大進展，發布疑犯嘅合成畫像以及閉路電視片段，呼籲市民協助提供線索，盡快將疑犯繩之於法。案發喺2022年11月12號傍晚大約6點半，31歲華裔男子譯音叫黃鼎平，喺士嘉堡 Midland Avenue 同 Passmore Avenue 附近嘅商場停車場坐喺車內嘅時候，遭一名不明男子靠近並近距離開槍，當場死亡。案發至今近3年，警方一直未能鎖定疑犯身份。多倫多警方兇殺同失蹤人口組偵緝警察處長 Sajeev Nair 表示，近期有目擊者主動提供疑犯嘅外貌描述，令調查出現重大突破。警方強調，案件並非隨機暴力事件，而係針對死者嘅謀殺案。新公布嘅片段顯示，疑犯喺案發前一日，即係11月11號，曾經喺案發地點附近步行，佢嘅路線同案發當晚吻合。警方指出，疑犯係左腰行路步姿具有明顯特徵。警方補充，死者黃鼎平係一名丈夫兼父親，經營木工生意，一直努力工作養家。希望今次公布嘅資料能夠協助市民認出疑犯。知情人士可聯絡多倫多警方兇殺組或者匿名致電 Crime Stoppers。日本熊本縣發生7.1級強烈地震，整個九州都感受到劇烈震動。加島町嘅伊安商場喺地震後約1個幾鐘發生大爆炸，汽車行車記錄儀拍到爆炸一刻，大樓外煙霧瀰漫，外牆嚴重受損，大型結構被炸飛至附近道路，並且嚴重扭曲。消防傍晚大約6點接報到場，證實商場2樓崩塌，多人被困，據報有多人死亡。目前仍然有20到30名職員失蹤。專家估計地震破壞咗煤氣設備，導致洩漏，進而引發着火爆炸。呢次地震導致九州交通大受影響，八代市多條橋樑斷裂，八代車站附近有貨運列車脫軌翻側。西日本高速道路公司宣布封閉九州多條高速公路，九州新幹線星期二全日停駛，熊本機場全日取消咗21個航班。歡迎大家喺留言區講下你對今日新聞嘅睇法，仲有記得俾 like 同埋分享俾朋友啊！